顯露鋒芒，成功在望。第6屆新秀歌唱大賽總決賽現在開始。新秀歌唱大賽已經成為本港樂壇1年1度嘅盛事。過往歷屆能夠脫穎而出嘅新秀，經過不斷磨練同努力，喺樂壇都得到非常驕人嘅成績。現在有請第2屆新秀冠軍呂方，為今晚比賽揭開序幕。遺忘掉當天失落的我腦，堅決想面前每段路，難忘是當天失敗的宣告，不氣餒，夢仍繼續做。今天跟光陰賽跑加快步，身邊的歡呼作引導，飛奔於風中不理青天有幾高。天有幾高，奮起雙手可攀到，假若跌倒，敢於挑戰再比高。風有幾急，但我願為這青草，搶在遠方中每段路。海有幾深，卻淹不到這高度。山外有山，應知總靠兩手鋪。生有幾天，但我願能起得早，走盡我一生每段路。遺忘掉當天失落的我腦，堅企上面前每段路，難忘是當天失敗的勸告，不氣餒，夢仍繼續做。今天跟光陰賽跑加快步，身邊的歡呼作引導，飛奔於風中不理青天有幾高。天有幾高，奮起雙手可攀到，假若跌倒，敢於挑戰再比高。風有幾急，但我願為這青草，搶在遠方中每段路。海有幾深，卻淹不到這高度。山外有山，應知總靠兩手鋪。生有幾天，但我願能起得早，走盡我一生每段路。我哋熱烈歡迎12位參賽者。羅艾文參賽歌曲《愛慕》。今晚考你眼光，選出心中的偶像，接棒跳上這樂壇，施展我施展新唱腔。彭美鳳參賽歌曲《決絕》。情感奔放，台上滿眼是燈光，我盡情歌唱，期望要卻我心底渴望，明日我還是新星發光。湯美君參賽歌曲《Love Me Once Again》。把今晚來生盼望，願攀登高峰真理請今晚創，到舞台上創造理想，能把握的分秒，要用力演出心裏樂章。葉依玲參賽歌曲《似火探戈》。滿眼熱情，滿腦熱望和無窮知想，心中發熱，心中發亮，閃着耀眼星光。劉錫明參賽歌曲《情已逝》。為實現理想，今晚努力唱，有情豪情，性感聲獨特形象，心中火花化作紅紅烈火，像那閃閃激光可將空氣變熱浪。董娜參賽歌曲《常話》。明天美好風光，全像今晚開創，成功看似在望，現在信心更興旺。蜘蛛女3人組參賽歌曲《愛像》。我已決意獻身給歌唱，望着
賽歌曲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美力共活力實未願埋藏，實力熱誠不會被埋藏，笨拙的歌聲星星般發光。朱福祥參賽歌曲為何如何？最有創意嘅要像我要脫更開朗，憂鬱空虛即刻劈碎，青春感即刻感染，像狂熱的光。謝木生參賽歌曲別人的歌。為何常愛歌唱，不是難以心安，韻律是愛情，將知心探訪，狂熱的心是真相，如若終此一生，能獻身給歌唱，這一生也不枉。黃麗玲參賽歌曲海上花。要唱出心中希冀，心底的盼望，似置生活裏，似見到夢裏星光，照耀台中央，我依心切切的唱，也不必作狀，歌聲不斷唱，心底的熱愛一項，盼望人欣賞。方曉紅參賽歌曲我要活下去。唱到空間也震動的歌聲，令你心裏也自然起反應，為願你興奮鼓掌，勉勵勉勵身手起勁唱。天有幾高，不起雙手可攀到，假若跌倒，敢於挑戰再起高。風有幾急，但我願為這青草，長在月光中每段海有幾深，卻見不到這孤島。山外有山，應知總靠兩頭鋪。心有幾天，但我願能起得早，走盡我一生每段路。現在有請今晚大會師爺鄭丹瑞先生、劉嘉玲小姐。喂，阿蛋，做咩你咁個樣出場？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咧要走就你，就我？第二個原因咧就係配合今個晚上嘅主題，成功在望。咁我咪使唔使代表呢個顯露鋒芒咧啊？哦，直情 fit 曬啦，都唔使顯都已經鋒芒不露啊！多謝。就正如今晚咧呢一個第6屆新秀歌唱大賽總決賽嘅，我哋一班評判一樣，都係 fit 到流油嘅。冇錯咧，就係主席評判顧嘉輝先生、劉培基先生、梅艷芳小姐、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副製作總監鄧偉雄先生、香港電台第2台節目總監張文新先生、商業電台第2台節目總監湯正川先生、陳友先生，袁彪先生，同埋嚟自日本嘅河合來寶子小姐 Miss Kawaii Naoko。當然就係有黎小田先生。冇錯。咁啊，呢一班評判團咧，就將會為我哋12位嘅參賽者入邊咧，就係揀選今晚嘅金獎、銀獎、銅獎同埋金咪獎嘅得主喎。而今晚最大嘅特色咧，就係一個最突出颱風創新獎嘅喎。而呢個獎項咧，由另外一個評判團評選出嚟嘅。咁咧，佢哋就係包括我哋今晚參賽歌曲嘅原唱歌手梅艷芳小姐、陳百強先生、葉倩文小姐、張學友、陳慧嫻， Raidas 同埋為我哋表演嘅嘉賓羅文、呂方，唔該曬咁多位。當每一位參賽者唱完佢哋嘅歌之後咧，呢隊評判團就會將對佢哋颱風評分嘅喎。最高分咧就係99分嘅。咁呢個分數咧即刻會顯示喺後邊嗰塊板嗰度嘅。最高分嗰個咧就會得到呢個最突出颱風創新獎㗎啦。哇，咁有趣啊！我試試個分牌先嚇。好啊。請預備比分。放鬆，放鬆，放鬆啊！請比分。哦，係0分嘅。呢一班嘅嘉賓評判咧，雖然同我都好老友，不過證明佢哋都好嚴謹嚇。你唔好喺度自己兜啦，我唔使費事與你啊。好啦，呢個氣氛輕鬆同埋競爭激烈嘅比賽即將開始，唔好行開喎。
賽者做新秀咧，就真係幸福啊嚇！因為咧，今次咧就係每一位參賽者咧都有嗰位原唱者咧上嚟為佢打氣教路㗎噃。果然係好消息。咁咧，顯露鋒芒嘅時刻即刻開始。首先，我哋有請曾經參加過歌唱比賽，所以佢經驗好豐富嘅張國榮出嚟同12位新秀打氣嘅。有請 Leslie。各位朋友你好 ，Leslie， 唔該晒你喎。喂，嗱，我知道你咧都有好豐富嘅參加過歌唱比賽嘅經驗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經驗可以分享下，咁不如講下一啲你嘅心得俾12位嘅參賽者知道下咧。我記得我自己參賽嗰陣時咧，都係個心卜卜跳。不過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即係要夠定啦。咁啊，譬如話有陣時如果排到晒啲舞嘅跳或者唱快歌嘅時候，咁啊梗係最好。跳得晒啦！咁不過有陣時咧，即係排好咗啲舞唔記得嘅，唔記得唔使理嘅，即係人哋唔知嘅，因為你自己先知嘅。咁所以繼續咧，即係一路咁樣俾自己有信心，一路咁唱落去得嘅。係啦，Leslie 啊，今日第一位參賽者羅艾文咧就係唱你一首《愛慕》啊，咁你有啲咩教下佢咧？冇啦，撐都教咗啦。蘇慕咁啊，即係咁啊，即係。我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嘅台風咁啊，不過我自己都會喺度同你打氣，同埋睇下你點樣去演繹我首歌，好嘛？咁唔該晒 Leslie 喎。阿羅艾文照計咧，你就唔需要驚嘅，因為驚我驚啲，因為我係第一次做新秀嘅司儀啊。你嘅經驗多過我啦，你2次進入咗總決賽嚇。好啦，羅艾文，你可以去準備啦。好，唔該晒 Leslie。唔該晒你 Leslie。好啦。第一位參賽者已經預備好咯喎，於是咧我哋就可以聽聽佢嘅參賽歌曲《愛慕》。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應走退路，我要進而無去路，進我不知點算好，不知點算好，心中只感躁服，我似跳進八陣豪，無的探討。你着件淚仍盡都，心中絲絲愛慕，我已對你去盡了，心碎難保，但是現在還未到。碎咗心聲記掛號，我早已耗盡了我滿身愛慕，愛慕，愛慕，叫我真痛苦，愛慕，愛慕，打刀鋒劍。想得太好，不可啞忍你的態度。我冇決定，我很糊塗，此刻不知點算好，不知點算好。早經封鎖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覺冇去路，情感已經迷路。好，我哋一齊睇睇羅艾文嘅颱風得分先。
係57分。好啦，跟住落嚟嘅咧就係第二位嘅參賽者彭美鳳啦。咁佢選唱嘅歌曲咧就係《決絕》，請原唱歌手林憶蓮小姐。阿蛋，係考下你嘅眼光先，呢4位之中邊個係真正嘅林憶蓮？冇一個係真正嘅林憶蓮，我識佢嘅一個係林十年，一個林百年，一個林千年，仲有個林萬年，冇一個係林憶蓮，冇啊！啊，你又好嘢喎！你點可以分到嗰個分別嘅咧嚇？哎呀，即係林憶蓮我咁熟，一睇就知啦，係咪啊？大家都係㗎嗬，眼光好好嘅嚇，身材啊嘛，係啊，林憶蓮啊！彭美鳳咧就係選唱你嗰首《決絕》咧，你有啲咩教下佢咧嚇？阿彭美鳳，你心情點啊？緊張唔緊張？驚唔驚？少少啊，少少啊。咁我教你一個方法咧就好好嘅。你首先咧，你集中你嘅精神，然之後咧你深呼吸，因為深呼吸咧就可以係即係幫助你咧去將個精神都冇咁緊張嘅嚇。喂，得唔得㗎？等我試下先。深呼吸啊，得唔得？有冇效啊？有冇效啊？嘉玲？好似又幾好喎。咁我都試下，我都有少少驚，我深呼吸。喂，你唔使吸咁多下㗎，冇用㗎咁樣。你有所不知啦，我個肺嘅容量唔夠你兩位大啊嘛，要吸多幾下嘅。彭美鳳啊，你咧都要學下深呼吸喎，不過吸幾多下你自己決定啦，都起碼6下以上㗎啦，我諗。好啦，彭美鳳你可以去準備啦。好，可以去準備，咁啊唔該晒啊，唔該晒林憶蓮，唔該晒憶蓮。今晚嘅第二位參賽者彭美鳳唱嘅歌曲就係林憶蓮嘅呢一首歌，歌名就叫做《決絕》。何必多說，來為我。誰若面
主權。好啦，我哋又睇一睇第2位參賽者彭美鳳呢首決絕，佢颱風方面可以得到幾多分嚇？一齊睇睇，係54分㗎。即係話咧，暫時係阿羅艾文領先喎。係啦，咁一陣間翻嚟咧，各位參賽者同埋嘉賓咧會陸續同大家見面嘅，唔好行開啊！歡迎大家翻嚟第6屆新秀歌唱大賽。咁第3位參賽者咧就企喺我隔離，葉依玲小姐，佢嘅參賽歌曲咧係《似火淡過》，有請原唱歌手梅艷芳小姐。好啦，葉依玲，你睇住啊！反面教材阿蛋同埋正面教材梅艷芳，你都睇到啦，應該學到唔少嘢啦，係咪？唉，係啊，我認衰啊！而家啲非金牌司儀咧就真係好難揾食嘅，又要識講，又要識唱，間唔中就要做啲反面嘅教材，反面啊！梗係啦，唔係你以為咁容易啊？如果唔係，做乜連到我哋嘅金牌司儀都話要報告新聞呢？係咪？嗱，葉依玲，我哋咧就已經教晒路啦，希望你俾啲心機唱好冇 ？OK。好，葉依玲你可以有準備。係，我哋都好多謝阿妹咧，就係用咁特別嘅方法咧，就係即係同阿葉依玲教路，冇乜，好健康。好啦，預備好之後，我哋聽一聽葉依玲嘅《似火探過》。飛舞，黑色珠寶，尋到這黑舞，飛起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討，極光飛舞，五星高度，這白狂要花都，今宵這夜，心中叫號，不想一再獨舞，但你為何未敢邀請我相起舞？我知識不錯，冰冷外表，心似火，似火探過。黑衣黑如黑寡婦，孤單又像黑寡婦，邊繼續流露，人造冷漠，冷漠。黑衣黑如黑寡婦，孤單美麗黑寡婦，高貴地提步，獨跳的舞。飛舞，黑色珠寶，尋到這黑舞，飛起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討，極光飛舞，滿星高度，夜拍狂搖花都，今宵這夜，心中叫號，不想一再獨舞。黑衣黑如黑寡婦，孤單又像黑寡婦，偏繼續流露，人造冷漠，冷漠。黑衣黑如黑寡婦，孤單美麗黑寡婦，高貴地提步，獨跳的舞。好啦，我哋又睇一睇葉依玲嘅呢一首《似火探過》，可以喺颱風方面得到幾多分先？一齊睇睇，係67分。哇！咁啊換
而言之咧，即係暫時領先嘅咧就係葉依玲以67分領先咯喎。冇錯。好啦，咁我哋咧就好希望立即睇到咧以下落嚟嘅呢一班嘅參賽者有冇辦法追到67分咯喎。好啦，立即介紹嘅咧就係湯美君，跟住呢位參賽歌手，佢嘅參賽歌曲咧就係 Love Me Once Again。咁當然我而家咧就要請呢一個原唱者出嚟，不過方法好特別，就係我變。喺邊啊？喂 ，Hello， 我已經嚟咗呢度啦。點解你唔着翻你嗰啲品衣嗰啲衫出嚟啊？人哋啲形象咧經常都會即係改變噶嘛，話明變啊嘛，係嘛？係喎，講開變咧，陳慧嫻，你嗰陣時咧就成日唱啲慢歌啊，咁而家最近咧就變咗唱快歌啦嚇，譬如跳舞街啊、貪啊、變啊之類，但係嗰啲歌詞好快好急噶喎，你有啲咩秘訣可以記得咁熟咧嚇？秘訣咧就唔敢講啦，不過咧我哋習慣咧用一種叫做3級制嘅急口令方法嚟到練習嘅。3級制啊？點樣3級法咧？係咯。嗱，第一級咧就係要將個歌名咧不斷咁講，而且咧仲要講得好快添。例如貪變，貪變。咁好易啫，我都得啦。嗱，我講俾你聽，我阿蛋中意食蛋，考試零雞蛋，專做壞蛋嚇，好快啊！我都唔知你喺度講乜。係啦，第二級咧。第二級咧就係要將啲歌詞咧念到好熟，同埋咧係好清楚添嘅。嗱，咁我示範一次啦。何宇睇、陳寶禮、吳婉貞、魏淑輝、施恩偉、齊共喺路邊睇陳柳睇。好易啫，個個都得㗎啦。咁第三級咧？我第三級咧，咁你就睇住啦，睇住咯喎。曬黑，咁曬黑就天中分一叉。乜叉話？咩話？其實咧，即係要練到咧，將我嘅歌詞咧倒翻轉都可以識得背翻出嚟。其實呢一句咧，應該就係差1分鐘天就黑晒。好嘢喎！唔怪得你唱快歌唱得咁好啦。多謝。咁啊幾好喎！不過我覺得你哋兩個不斷喺度講緊快歌。阿湯美君佢係今晚唱慢歌，咁你分明靠害啫，叫佢唱快歌。咁你唔好咁講啊，蛋！即係咧，關於慢歌，我喺後台咧已經即係對阿湯美君咧教咗路㗎啦，冇錯啦。咁你唔需要咁緊張㗎。好，湯美君，你而家可以去準備啦。好，唔該晒湯美君。唔該晒你。亦都唔該晒喎 Priscilla。好啦，湯美君準備好之後咧，我哋聽呢一首《Love Me Once Again》。但看到
好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要睇一睇湯美君可以喺颱風方面得到幾多分咯喎。好啊，係54分嘅。成績好好，不過咧都仲係咧爭少少喎，爭下葉依玲少少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啫。大家有冇留意一個評判咧？阿陳友咧，原本佢唔係坐嗰個位嘅。係咩？係啊。點解佢坐喺嗰度先？因為咧，原來何合內保子咧係佢嘅偶像，佢夾硬要坐埋去。係喎，但係而家佢點解又坐唔埋去咧？誒，慘得過何合內保子嘅偶像係元彪咧，點埋到去咧？咁陳友你慢慢坐啦噃。係啦。企喺我身邊嘅咧就係已經出賽過、唱過歌嘅葉依玲喎，點解咧？因為佢暫時喺颱風得分方面咧就領先緊嘅，佢嘅分數就係67分。我想恭喜你㗎，不過我又唔敢恭喜你字，因為唔知道以後嘅參賽者可唔可以追上你啊嘛，所以咧你暫時喺度咧就係睇下咯喎嚇。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位嘅參賽者咧就係劉錫明，佢嘅參賽歌曲咧就係《情已逝》。一講到情已逝咧，我哋大家都會知道呢個原唱歌手就係我。係我。哇！有冇搞錯啊，張學友？你都未嗌你個名，你就冚聲走咗出嚟咯？我急啊嘛！急咩啊？我急住出嚟替佢打氣，喺後台等咗好耐㗎啦。係啦，張學友啊，今晚劉錫明咧就唱你一首《情已逝》啊，你有啲咩教下佢咧？就咁，我自己覺得咧，唱情歌呢樣嘢咧，即係唔好理好唔好啦嚇。總之咧就要投入，投入就得㗎啦。咁點樣投入咧？投入就係將佢唱歌嘅時候咧，就你去諗一個人，咁然後將成副精神投入去。譬如唱《相愛》嗰陣，你就因為我咧，我自己就會諗起劉嘉玲啊。我咁幸福啊！諗起劉嘉玲，你將來嗰啲幸福嘅生活啊。哦，咁我又問你啦，學友仔，咁如果係輕撫你的臉，咁你又諗起邊個咧？哦，輕撫你的臉，我即刻諗起阿大姐明啊。點解咧？阿大姐明喺電視一巴刮我隻輕撫啊，大 D 個塊面嗰度啊。其實咧，我就係可憐阿 D 嘅。係啦，劉錫明，今晚咧就張學友企喺你隔離啊，咁你有啲咩問啊佢，即管問喎，千祈唔好怕醜。我唱《情已逝》咧，咁請問要諗起邊一位係會唱得更加投入咧？呢隻係易啦。哇，點啊？喂，講埋俾我聽。邊個？係咪姓何啊？係咪唔講俾你聽啊！你口疏，總之係娛樂圈㗎啦。鬼唔知係娛樂圈咩？係娛樂圈先多呢啲嘢發生嘅啫。你唔講唔緊要，我同現場嘅觀眾一齊咧，就係用我哋嘅想像力睇住劉錫明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去估。好，劉錫明你去準備啊！唔該晒嚇，唔該晒劉錫明，係啦，亦都唔該晒學友。張學友。咁我哋咧可以喺呢度咧就係同阿學友一齊欣賞下呢一首歌，劉錫明嘅參賽歌曲《情已逝》。善會或是彼此欠缺默契，從前情濃如酒，卻遇着防衛。今天的你已是鉛華盡洗，回我身邊，不過當初的愛已漸逝。滴着淚問什麼因素錯計？情人臨重逢，心卻未忘聯繫。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終不變一般的美麗。情已逝，你當初傷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棄。友情何時已消逝，沒法可重計。情已逝，你當初一帶
欠缺默契。從前情濃如酒，卻遇着防衛。今天的你已是鉛華盡洗，回我身邊，不過當初的愛已漸逝。滴着淚問什麼因素錯計？情人能重逢心，卻未忘聯繫。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終不變一般的美麗。情已逝，你當初傷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棄。友情何時已消逝，沒法可重計。情已逝，你當初一帶走，便再不歸。雖今天再遇你，無情仍然似水逝，從前莫再提。好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要睇一睇劉錫明呢一個情已逝咧，歌聲評判團俾佢幾多嘅颱風嘅分數咯喎，睇睇。係58分嘅。成績都非常之高，不過好可惜，仍然唔可以打破葉依玲嗰個分數喎嚇。好啦，咁跟住第6位參賽者咧係董蘭，參賽歌曲係鄧麗君嘅《償還》。啊，鄧麗君，不過好可惜，我鄧麗君就唔喺香港喎。不過唔怕，佢知道咧，原來董蘭咧就係唱過參賽歌曲之後咧，專登喺東營請咗位朋友咧送咗個錦盒嚟打氣啊。係咩？係啊。喺邊啊？大家睇睇。忍者嚟㗎。哇！哇！係咪一路由日本打過嚟嘅咧？哇！哦，原來係一封信嚟嘅。我搶。你做咩搶啫你？幾冇禮貌，我搶，因為我覺得我把聲同鄧麗君一樣咁甜美。我好心你啦，鄧麗君講國語嘅，你啲國語得唔得㗎？馬馬虎虎嘛。好啦，咁你讀啦。好啦，開始啦哦。哎呀！有啲咩麻煩啊？沒有麻煩，沒有麻煩。咁你開始讀啦。聽住啦。20536772778906897236。哇！乜原來係電報嚟㗎？係啦。咁即係講咩咧？哦。又嚟啦！哇！呢個忍者小靈精真係抵錫啦！佢已經翻譯成中文㗎啦。嗱，董蘭你聽住咯噃，我係鄧麗君，非常之戥你高興，希望你有個美麗嘅晚上，祝君前途光明嘅。哦，原來鄧麗君咧就專登用佢自己嗰3個字啊，鄧麗君嚟到為你打氣喎，董蘭，咁你應該信心大增啦。會嚇？咁你過去準備啊。係啦。我哋好多謝鄧麗君之餘咧，亦都要開始聽一聽呢一個董蘭嘅《償還》。冇錯。沉默的嘴唇還留着淚痕，這不是胭脂紅粉可掩飾的傷口。或許你心裡流失了多少的情，彌補的謊言，償還的借口，我不會去當真。愛的心路旅程，只能夠你我兩個人，不可能是我獨徘徊，也不可能再任性。你可以去找新的戀情，也可以不留一點音訊，但不要用償還作
董楠嘅呢一曲償還可以帶俾佢喺颱風方面幾多分數？好啊，係58分，成績非常之好，但係仍然係葉依玲帶先喎嚇。係啊。阿劉嘉玲啊，今晚咧我見到在座咧，除咗有好多唱歌嘅朋友啊、做電影嘅朋友等等嚟捧場之外咧，仲有位議員喎。啊，我見到啊，楊寶坤議員。咁啊，楊議員希望你咧就係好滿意今個晚上我哋嗰度比賽呢一種直選嘅方式嚇，係希望你滿意。多謝你嘅捧場，多謝。以下要同大家介紹嘅呢位表演嘉賓呢，佢喺提拔同埋關懷啲新秀方面真係不遺餘力嘅喎。我知啦，佢就係不論好天、陰天、打大風、落大雨，佢都係一樣咁中意同住班新秀喺沙灘漫步唱歌嘅 Roman 羅文。貧透了苦思和浪費心思，日夜念掛他，太是無意義。但每次想他，問在背的話，和白雪肌膚，我便如瘋子，但山裏如風去，以身愛轉伴侶，但當天給我火熱遊驅，覺得那美麗紋身獵人，那美麗紋身獵人，以美麗危險的吻奪去我的心，我的心。覺得那美麗紋身獵人，那美麗紋身獵人，那美麗危險的吻沒有半點真，卻偷心。問在背的話，畫着毒蠍子，意內藏暗示。但那次太遲，無辦法抑制，仍步向蠍子，似着迷瘋子。紋身裏如風去，似身愛轉伴侶，但當然曾給我火熱遊驅，覺得那美麗紋身獵人，那美麗紋身獵人，以美麗危險的吻奪去我的心，我的心。覺得那美麗紋身獵人，那美麗紋身獵人，那美麗危險的吻沒有半點真，卻偷心。覺得那美麗紋身獵人，那美麗紋身獵人，以美麗危險的吻奪去我的心，我的心。覺得那美麗紋身獵人，那美麗紋身獵人，那美麗危險的吻沒有半點真，卻偷心。多謝多謝你。非常多謝。
尋力知音掌聲來，讚賞讚美繼續來，每束鮮花充滿憐愛，含淚說句多謝，歡欣永至心內，身邊響起聲聲喝彩，人在知音掌聲裏，似初次上舞台，那種新鮮感覺仍在，仍像以往一樣，心中載滿了感謝，感激知音的愛，但我愛舞台和知音的愛，難忘掉今天的聲聲喝彩，踏上了舞台，投進拍子內，努力籌得知音的愛。多謝你支持。人在知音掌聲裏，似初次上舞台，那種新鮮感覺仍在，仍像以往一樣，心中載滿了感謝，感激知音的愛，但我愛舞台和知音的愛，難忘掉今天的聲聲喝彩，踏上了舞台，投進拍子內，努力籌得知音的愛，但我愛舞台和知音的愛，難忘掉今天的聲聲喝彩，踏上了舞台，投進拍子內，努力籌得知音的愛，我用誠意換你的好多謝，多謝你嘅掌聲。或者有好多人呢，覺得我哋咧台上有咁多年嘅經驗咧，對一切掌聲都好麻木噶啦。不過其實講句真心説話俾你聽，每一次唔同嘅舞台，聽到你哋唔同嘅掌聲，我諗係俾我哋每一次唔同嘅支持嚟。我亦都喺度預祝今晚嘅新秀佢哋好快會聽到你哋嘅喝彩聲。再次多謝你哋。嗱，喺呢個最佳台風方面咧，暫時領先嘅咧，仍然係我身邊嘅葉依玲喎。我諗如果我係葉依玲嘅話咧，我心情真係又係高興又係緊張。葉依玲係咪咧？冇錯。咁啊，繼續高興緊張落去咯喎！我哋啊睇睇究竟跟住嚟第7隊呢個隊伍蜘蛛女三人組能否咧就係超前嘅？冇錯，佢哋嘅參賽歌曲係梅艷芳嘅《愛將》。咁當然我哋就要請原唱者梅艷芳同埋佢嘅愛將草蜢仔出嚟打氣啦！突然間俾我一個感覺咧，佢哋三個好似對襯家咁啊！係啦 ，Anita，我好佩服你同三個草蜢仔咧喺台上邊咧合拍得天衣無縫嘅喎。都唔係㗎，其實我哋有陣時咧都會出錯㗎。係啊，食藥都會食錯啦嚇。咁如果萬一錯咗，咁點算呢？呢樣嘢咧就要講執生。執生啊，執生好抽象嘅啫喎嚇，可唔可以舉啲實例或者直情即席示範俾大家睇？你出錯嘅時候點樣執生？
呢個冇問題，但係你哋要落足眼力喎，你要落足眼力睇下好點樣執生頭。咁我哋一齊俾啲心機睇下梅艷芳點樣執生。我睇先，預備先唔該曬草蜢仔，係預備下先嚇。咁或者咁啦，等我哋旁述下呢一次嘅執生行動啦。暫時嚟講都冇乜出錯。我世界到處戰火正蔓延，憑誰人平靜四海的烽煙？我世界到處喂，好平淡啫喎，冇乜出錯噃。梅艷芳出場啦！哎呀，點解會跣低咧？哎呀，一招將計就計，攞翻個埃及腰後 pose 喎，跟住佢哋左插花右插花，跟住抬翻佢，呢招叫做步步高升。啊，果然瞞天過海噃。咁啊，照計係好 easy 嘅啫，冇乜特別。梅艷芳同草蜢仔，我諗你哋要揾啲難度高啲嘅嚟俾我睇睇啊！常常用血戰，軍隊也敢討厭。睇下今次邊個蝦碌先？哎呀，跌咗支咪啦！呢招海底撈月，難度係3.47分，執翻啦。不過咪支咪鑊咗，點算？草蜢仔使個眼色，你估下使一招乜嘢咧？移形換影啊，得幾合時喎！呢招算係咁啦。哎，爆胎走光，草蜢仔一個二個走上去遮光啦。啊，呢招叫做兒童不宜，大家都冇得睇啦。無力無幸再沒問，人人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戰。好嘢，果然執生技術高超啊！好嘢喎嚇！咁阿妹咧就即席示範咗俾3位蜘蛛女啊，就係即係執生嘅技巧。不過我好希望咧就係呢啲執生技巧等陣唔需要出現啦嚇。好啊，咁我哋一齊聽聽3個蜘蛛女唱嘅梅艷芳嘅《愛將》。看世界到處戰火正蔓延，問誰人平靜四海的烽煙？看世界到處戰火正蔓延，問誰人平靜四海的烽煙？我的愛，容我不似少年，眉眼輕說出千縷電，甜蜜去勸勉，現狀會改變，個個鑊氣爭戰，只想歡欣萬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貢獻，大炮衝鋒者不再言，常常浴血戰，軍隊也敢討厭。無力揮劍揮劍的他不作戰，乖乖的我不念多點點，早已不想再戰，揮灑天沒冷言，軍隊都要聽我的差遣。愛情已再現，求其點點指尖，無力暴行現在沒法蔓延，寒戰熱戰及世界大戰，都不見都不知不知，情願若眠，柔情閃閃嘴邊，無力暴行現在沒法蔓延，人人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戰。
情閃閃嘴邊，暴力暴行現在每分蔓延，人人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戰，天天都不再作戰，力到處愛火星蔓延，行紅唇平靜四海的烽煙，熱了地到處愛火星蔓延。行紅唇平靜四海的烽煙。好啦，我哋又睇睇蜘蛛女三人組喺颱風方面可以獲得幾多分先？一齊睇睇。係61分，成績非常之高。不過似乎咧仲係呢一個爭少少喎，真係依然仍然領先喎，呢個真係好犀利啊好嘢。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你好。第8位參賽者係方曉紅嘅，佢嘅參賽歌曲係葉倩文嘅《我要活下去》。咁啊啱啦，我哋不如就請呢一個原唱者葉倩文唱出嚟先嚟。Sally 你好，係劉嘉玲。跟住落嚟咧，我就唔同 Sally 傾偈啦，你負責同佢傾偈啦。點解咧？你應該有份講㗎。唔係啊，我覺得你哋兩個同聲同氣啊，即係講我唔係好方便插口嘅，你訪問佢，我行開先。好啊，葉倩文啊，咁今晚呢個方曉紅咧就選唱你嗰首《我要活下去》啊，咁你有啲咩教下佢咧？我咧就話千祈唔好緊張，要放鬆啲，因為我自己唱歌嗰陣時咧，一緊張咧，我啲廣東話又講得唔正，我啲嗌嗰啲高音咧我要活下去，所以千祈要放鬆啲，唔好緊張。方曉紅，我諗你應該聽得好清楚啦，嗬，咁你過去準備啦。唔該晒你，葉倩文嘅。唔該。好，我哋一齊聽聽方曉紅嘅《我要活下去》。決再不早晚自憐唏噓，亦決不再問自誰不對，無謂再滴一滴無謂眼淚，流力去擔起無盡空虛。在你心，我是極為瑣碎，唯獨對苦痛的心，痛極也需活下去，決再不因你別離悲傷，下決心。唯獨對苦痛的心，痛極也需活下去，決再不因你別離悲傷，下決心冷靜地迎空虛，還
一首《我要活下去》之後咧，我諗啲分數已經計好啦，嗬！我哋一齊睇睇方曉紅嘅颱風得分先，係73分。方曉紅已經爬咗葉依玲嘅頭啦。好啦，咁跟住下一位嘅參賽者咧就係朱福強啊。咁佢嘅參賽歌曲咧係蔡楓華嘅《為何如何》。咁因為蔡楓華咧暫時就唔係香港，所以咧就唔可以嚟到呢度同你打氣，真係唔好意思啊。唔緊要喎，蔡楓華唔喺度，蔡楓狂喺度得。你得唔得㗎你？誒啊得㗎啦！你朱福強你贏梗，名都贏咗啦，又夠長氣。又夠福氣，珠光寶氣啊嘛！啊，朱福強，我而家教你秘訣，第一個秘訣，最緊要嘟長條嘴，有咁長啲咁長嚇，咁咬字先清楚啊嘛，好似我咁咬字清楚啊嘛。第二，你睇下條褲，啊條褲得啦，因為要颱風就要咁先贏到方曉紅啊嘛。跟住絕對好愛，絕對好愛，咁樣揼啊，馬步穩要揼嚇。點解要揼咧？揼咧？啲評判見你咁辛苦啊，冇功都有勞啊，係咪先？咁啊，梗係會俾高分啲你嘅。你嘅蔡瘋狂真係夠晒瘋狂啊！我哋一齊睇睇正牌蔡楓華有啲咩同朱福強講啊！咁其實比賽咧，最主要咧就係抱住一種即係吸取經驗嘅心情啦。咁啊，希望呢位朋友咧就係更加放鬆同埋投入。有啊，仲有啊，朱福強一剎那個光輝。喂！你唔好亂講嘢噃，呢度係新秀歌唱大賽嚟嘅噃。好啦，朱福強你可以過去準備。啊，同你打氣啊！記住我教你嗰啲啊，嚇，楊梗。好啦，我哋一齊聽聽朱福強嘅《為何如何》。說句再見了，然後說句快快走遠，不需假裝哭千遍。此刻心中的真摯，盡藏在瘋癲。我已厭透，傻着向你呼救，恨天痴心早失透，只得空心的軀殼，在期待分手。我為何忘知我為何仍痛楚？我為何無處躲？迷亂沒法靜坐。你如何迷住我？又如何無結果？現如何埋愛火？迷亂沒法靜坐。說過最愛我，然後似刻變了心意，真真假假的打轉，不想開哭講千遍，熱情未冰點。說過了百遍，其實太過討厭，偏偏空虛的嗟怨。不想哀哭講千遍，熱情未冰點。我為何忘自我？我為何仍痛楚？我為何無處躲？迷亂沒法靜坐。你如何迷住我？又如何無結果？埋愛火，迷亂沒法靜坐。你如何迷住我？又如何無結果？現如何埋愛火，迷亂沒法靜坐。你如何迷住我？又如何無結果？現如何埋愛火，迷亂沒法靜坐。好啦，我哋睇一睇朱福強喺呢首《為何如何》入邊得到幾多分颱風分先。係
係59分嘅。好，不過唔緊要，我哋仍然可以有金銀銅獎咧，可以競逐嘅。係啦。其實我想問下劉嘉玲，你知唔知道呢個新秀參加新秀，你有啲咩好處咧？我知，唔單止能夠推動樂壇，仲可以撮合一段好嘅姻緣啊！咁好啊？咩姻緣？睇睇咩姻緣先嚇？有咩姻緣？睇到哦，咁係咪咧劉嘉玲啊，淨係啲參賽者就唔係代表司儀嘅喎，唔得㗎包括司儀喺度嘅。哦，只限參賽者啊？係啦。哦，咁一陣間見啦，冇嘢啦。喂，阿蛋，換畫啦？係啊，換咗畫啦。以73分而家領先嘅咧就係最佳颱風嘅，暫時嚟講嚇，阿方曉紅，暫時恭喜住你先。咁你而家咧可以翻去後台嗰度咧，就係即係欣賞埋其他參賽者嘅表演，睇下你能否直放到底。唔該晒你。劉嘉玲，係潮流就興夾 band，得唔得閒？我哋都夾翻隊 band 玩下嚟，好嘛？唔得喎，我叫阿玲，你叫阿蛋夾埋咪零蛋，我諗未入準決賽已經俾人拋出局㗎啦喎。所以話你唔曉轉彎咧，我叫做鄭丹瑞就唔係叫做鄭蛋瑞啊嘛。靈丹又幾好聽啦，妙藥嚟嘅靈丹樂隊掂啦。又係噃，係多謝好啊。咁啦，我哋立即就組成咗靈丹樂隊，而家咧就係我哋請另外一位嘅參賽嘅樂隊，唔係打氣為打氣嘅。打氣樂隊，佢哋就係 Raiders 樂隊。Hello， 你好。係啦，今晚嘅參賽者謝木新咧就係選唱你哋嘅別人的歌啊！你哋有咩教下佢咧？教啊唔敢講，不過即係可能話經驗啦。咁我諗唱歌最緊要定，最緊要投入，同埋咧如果有生活體驗就更加好啦。咁呢一首別人的歌咧係講一個曾經唱過走廊歌手嘅心聲同埋感受嚟嘅。咁即係咧就要好投入感情啦。阿老鐘阿木新兄，咁你做盛行嘅咧？請問？我做警察㗎。阿 Sir 嚟㗎，警察叔叔 ，sorry Sir 啊，喂 Raiders 啊，咁唔掂喎，咁佢哋好難投入㗎喎。作為警察，因為關心別人的槍啊、別人的炸彈㗎啫喎。係喎，咁點投入咧？係咯。咁啊，做警察平時都會去走廊巡視下㗎，睇埋，我諗感受都唔少㗎啦。我相信又冇問題㗎啦。阿 Sir，準備啦。好，謝木新你去準備啦。亦都唔該晒 Raiders 樂隊嘅。好啦，咁啊而家咧謝木新預備好之後呢，我哋就聽呢一首參賽歌曲，歌名就係《別人的歌》。為何仍要歌唱？不如再細想，每夜卻照常等知音讚賞，曾用真心認真唱，藏着辛酸的歌，觀眾的聲音卻常比他更響。人人隨意點唱，一樣那些歌，蒼白卻惹來知音的讚賞。曾用真心認真唱，藏着辛酸的歌，演唱的歌手卻如永沒名字。驟變的音階屢自起跌，如童年月初。別人的歌，別人風光，藏着我一生痛楚。但我不甘心，永遠灰暗，如同回親。不相信就這般無聲的度過。人人隨意點唱，一樣那些歌，蒼白卻惹來公式的拍掌。其實掌聲屬於那人盡皆知的歌，演唱的歌手卻如永沒名字。
台下燃熱射燈正閃亮，像千盞欣賞眼睛。從前願望逐漸變真實，如像看見聽眾個個細聽我的歌。只恐怕像首歌重複的度過，不相信就這般無聲的度過。係啦，咁啊，鄭木生嘅呢一首《別人的歌》，我哋睇一睇喺颱風方面佢可以攞到幾多分？好。係55分。55分。好啦，好快脆咧，又到第11首嘅參賽歌曲啦喎嚇。係啦，咁第11位參賽者咧就係歐鳳蘭，佢唱英文歌《The Greatest Love of All》。哇，唱英文歌啊？咁係咪冇錯即係要揾個英文人嚟打氣咧？唔使，你唔記得咗香港有位歌星將呢首英文歌改成中文歌嚟唱嘅咩？哦，就係 Danny 仔陳百強嘅《至愛》。冇錯，有請 Danny 仔。 Hello，係 Danny，唔該晒你。喂，你就將 Greatest Love of All 咧就轉咗做至愛啊。咁有冇啲咩路數可以教一教阿蘭妹咧？阿蘭妹，我諗你嘅膽識都非常之高嘅，因為Greatest Love of All 呢個歌咧就幾高嘅難度，不過或者你藝高人膽大。咁你話難度高啊？咁難喺邊度先？我意思即係代表即係隻歌要好難運氣嘅，好似跑馬咁。講起跑馬咧，劉嘉玲啱聽啊，聽住。係啦。其實咧，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唔好放晒，要留住。咁到中間咧就可以放少少。到 last 直路咧就一氣呵成，施展渾身解數咧，咁就 win 緊㗎啦。就跑馬你識㗎啦。我暫時呢幾日都冇馬跑喎，呢輪都。係喎，下一季又有㗎。好啦，咁啊好多謝阿 Danny 仔呢一番語重心長嘅跑馬理論啊，係啦，去唱歌咁啊蘭妹可以去準備嘞噃。祝你好運。準備嘞噃。好，咁我哋唔該晒 Danny 仔嘅。係啦，咁啊蘭妹歐鳳蘭，而家就要準備為我哋唱出佢嘅參賽歌曲《The Greatest Love of All》。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to fulfill my need.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s. If I fel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 live as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they can't take away my dignity. Becaus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s happening
我哋睇睇阿歐鳳蘭唱嘅呢首英文歌《The Greatest Love of All》咧，可以喺颱風嗰度攞到 How many marks？ 幾多分先？睇睇59分。好啦，其實每一個人嘅成績咧都相當之好啊。咁啊，我見到今晚咧，即係參賽歌曲咧，真係色色俱備嘅，中文歌啦，有英文歌啦，有國語歌啦，有組合啊咁喎。呢啲叫做八仙過海，各施各法啊嘛。好似最後一位參賽者黃麗玲咧，佢參選嘅首歌曲就係《海上花》嘅，甄妮嘅。哦，甄妮啊，冇錯甄妮唔喺香港喎，甄妮喺紐約喎，生咗個 BB 女啊，大家知唔知啊？知下，恭喜下佢先。咁啊，雖然係咁啫喎，但係甄妮咧為咗要同佢打氣咧，專登打咗個長途電話嚟。係啊，佢俾錢嘅。我哋聽下。喂，Jenny 你好。喂，阿蛋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喎，聽唔聽到啊？劉嘉玲你好啊！你好。即係嚇，好友善嘅嚇。Jenny 啊，香港嘅歌迷咧都好掛住你啊。咁啊，你近況點啊？我都好掛住你哋啊！我喺呢度悶死啦，唔知幾掛住你哋。咁你唔湊女？湊啊！我日日對住佢，而家個眯埋眼都係佢個面，開咗眼又係佢個面。哦，叫佢嚟聽電話，唔係佢唔識講嘢，仲想叫嚟同大家講幾句説話添嚇。好啦，阿 Jenny 啊，而家咧劉嘉玲有幾樣嘢咧想同你傾下偈，訪問下你喎，好唔好啊？好啊。嚇，好，俾你。係，甄妮啊，首先恭喜你生咗個女先。咁今晚呢位參賽者黃麗玲咧就選唱你一首《海上花》㗎，咁呢首歌就好難嘅喎。哦，咁我想你有啲咩指教下佢啫嚇。哎呀，指教就唔敢多，不過咧我就覺得咧參加歌唱比賽咧就好似生仔咁啦。咁啊入選咧就有咗啦，又開心又緊張。咁懷孕嘅期間咧就會悶喎，又會偶然之間啦。咁喺練習唱歌嘅時候咧，如果練習多咗咧，你唱咗會悶噶嘛。咁如果你覺得自己唱得唔好聽咗咧，又想嘔咯喎，咁啊真係好似生仔啦。不過我希望呢位黃麗玲係咪？係。係，咁我希望佢落多啲心機，唱好呢隻歌。咁啊，希望你順產啦之後。OK，黃麗玲啊，你明白未啊？原來唱歌咧就好似生仔咁。咁呢個道理咧就係甄妮咧就係啱咧就領悟到嘅喎嚇。好啦，甄妮，咁唔該曬你啊。咁等你翻香港嚟再見啦，拜拜。多謝曬你 Jenny。嗱，咁啊聽完 Jenny 嘅呢一番嘅生 BB 仔等於唱歌嘅道理之後咧，我諗劉嘉玲你真係終身受用。又關我事嚇。好啦，黃麗玲，你去準備啊。好啦，黃麗玲就去預備咧，就係懷胎，跟住咧就係點樣話？希望佢順產。我希望佢順產係，咁啊呢首歌曲就係《海上花》。
生永世不离分，是这般凄情的你，粉碎我的梦想，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是我的一生。好啦，阿方呢一個黃莉玲啊，咁啊頭先咧我就唔敢俾壓力你，因為你要唱歌，而家就唔怕啦，因為你知你係最後一位嘅參賽者啦。入咗直路咯喎，而家。係啦，如果你嘅颱風可以多過幾多分話？73分嘅話咧，最佳颱風嘅得主就係你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後台就有人喺度等緊出嚟。好啦，咁我哋一齊睇睇黃莉玲嘅得分先。係。係61分，成績非常之好。好啦，咁啊12位嘅參賽者分別咧就係唱過佢哋嘅參賽歌曲嘞噃。咁暫時領先嘅咧就係方曉紅喎。咁我哋有請原唱歌手葉倩文上嚟頒獎㗎。係啦，呢個最佳颱風獎咧，終於就落喺方曉紅手上啦。恭喜晒你！恭喜你！我哋有請葉倩文小姐。係啦，今年新增嘅呢一個最佳颱風獎嘅第一次嘅得獎者咧，就係方曉紅。恭喜晒方曉紅，唔該晒你葉倩文㗎。唔該晒 Sally， 唔該晒。最突出颱風創新獎就誕生啦喎。啊不過咧，呢個金獎、銀獎、銅獎同埋金咪獎嘅得主咧，仍然係未知係花落誰家嘅。咁就要麻煩我哋10位評判啦。咁有請我哋10位評判退席先。不過其中嘅一位評判咧，就已經喺後台預備咗好耐啦。佢就係何合內保子小姐。啱啦，因為等陣咧，佢就要為大家咧就係表演嘅。上一睹何合內保子嘅風采，一陣間見，千祈唔好行開。連續6屆入選紅白歌唱大賽，唔單止歌藝精湛，呢2年更加顯露出作曲才華。各位觀眾，今晚嘅表演嘉賓，多才多藝嘅何合內保子小姐 Miss Kawaii Naoko。かける夢を重ねて会いたいから会わないあなたへいざ夜月悲しむ人なら一人でいるためらう心を隠しきれず迷うなら一度だけ口づけて傷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もう誰も愛せないほど抱きしめて恋が始まる13やから涙を数え月は移ろい会いたくても会えないあなたへいざ夜月
各位朋友你好，我係河合女報紙，好多謝你哋請我嚟香港 ，OK？ Thank you very much。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情熱がブレーキを外しにかかる
となしい子じゃいられないほどあなたが好きよ年下は寂しさの別の名前愛してるそれだけじゃ何か足りない明日が危うくて定めく素肌唇で沈めてあなた好啦，表演睇完之後，12位參賽者亦都係唱我哋嘅參賽歌曲之後呢，成績已經喺我手上面啦。咁究竟邊位能夠嚟奪得呢個金獎、銀獎、銅獎同埋呢個金咪大獎呢？嗱，今年呢，呢一個揭曉嘅方法呢有少少特別。我哋首先呢就會讀出5位最高分數嘅，請佢哋出咗嚟先。然之後呢，我哋先至揭曉金銀銅獎誰屬啊！咁我哋而家宣讀前5名嘅得獎者先好嘛？讀咗先嚇。彭美鳳決絕，劉錫明情已逝，董蘭償還，方曉紅我要活下去。最後一個係歐鳳蘭嘅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好啦，咁啊5位成績最好嘅咧就已經出現咗啦。咁到底金銀銅獎誰屬咧？咁我哋而家有請第5屆新秀歌唱大賽比賽嘅冠軍文佩玲小姐同我哋宣導，好冇？有請文佩玲小姐。喺我手上面嘅呢個信封咧，就已經有係啦，好多信封啊，有呢一個成績結果喺度啦。咁麻煩劉嘉玲，你同阿文佩玲一齊揭曉。我哋由銅獎開始嚇。我哋銅獎開始，銅獎係唱償還嘅董蘭。恭喜你！負責頒銅獎嘅係河合奈保子小姐 ，Miss Naoko Kawaii。Thank you very much, Miss Naoko Kawaii。好啦，恭喜晒你嚇，董南。好，咁我哋而家宣布呢個銀獎得主係情已逝劉錫明。哇！劉錫明話：哇，咁喎。OK，負責頒獎嘅係我哋嘅首席評判顧嘉輝先生。恭喜晒你！唔該晒輝哥，恭喜晒劉錫明嘅。好啦，喺台上面咧，而家有3位女士，分別咧就係彭美鳳唱決絕啦，方曉紅我要活下去，歐鳳蘭嘅 Greatest Love of All， 你哋話邊個係冠軍？大聲啲嗌啊！等你哋講一講先。好。邊個啊？鄭丹瑞啊，多謝你。咁我哋而家請文佩玲揭曉結果，金獎得主係。大聲啲，係我要活下去，方曉紅。眾望所歸，恭喜你！負責頒發金獎同埋金咪大獎嘅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邵逸夫爵士。恭喜晒你！首先第一個咧就係頒發金獎嘅。恭喜你，方曉紅。跟住呢個咧就係金咪獎啦，價值5萬元嘅金咪，而家係你㗎啦。哇！你咪捧到手軟，跟住又係最佳颱風獎，我哋多謝邵爵士。恭喜你，方曉紅嘅。
好啦，係咪好緊張咧？嚇，好重啊！我幫你係嘛？係啦，我幫你呢個，你攞住一個嚟到唱啦，開心啲嘅。唔係，佢要顧住啲颱風。好啦，咁我哋當然喺呢個時候咧，少不免咧就要請我哋嘅金獎同埋金咪得主，就係方曉紅唱《我要活下去》，係啦，當然係啦。早晚自憐唏噓，亦決不再問自誰不對，無謂再滴一滴無謂眼淚，流力去擔起無盡空虛，你已經奔向別人。在你心，我是極為瑣碎，唯獨對苦痛的心，痛極也需活下去，決再不因你別離悲哀，下決心。恭喜晒你，恭喜晒！好啦，第6屆新秀歌唱大賽總決賽咧，就已經係名花有主，屬於方曉紅嘅。我再一次恭喜佢，然之後希望佢喺樂壇有更驕人嘅成績。亦都好多謝其餘參賽者嘅支持，使到呢個比賽順利進行啊！更加多謝我哋兩組實力雄厚嘅評判團，再一次多謝你哋。仲要多謝我哋賽事幕後嘅工作人員同埋你哋嘅收睇，多謝晒！多謝晒，明年再見。在你心，我是極為瑣碎，唯獨對苦痛的心，痛極也需。